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2年7月22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85篇，何西阿书第5章第1节到15节，使徒行传第2章22节到36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新约。到底新约是啥物？就若对于迄个观念顶悬来讲，就是应该人的能力所做袂到的，但是却透过上帝，也是咱咧讲一般生命的气力，会当做到的，会当成就的，会改变。咱讲这是新约啦吼。用安尼概念来延伸，一个行为会当改变。搁互人一再会较比成功，那即种的作为就袂当归做新约，应该是讲，亲像咱讲经常性、重复性的即种医治的行为，咱叫做医疗，毋是新约。就像咱敢若去病院看医生、食药啊，好去安尼。如果一个做法会当互人不断被改变，咱会通讲这是一个过程，嘛毋是新约吼。那照安尼定论来讲，到底什么是新约？耶稣捌讲过，当伊咧面对法利赛人的时阵，伊会应讲：黄昏的时，恁讲明仔载会好天，因为天色红；早起时，恁讲今仔日有风雨，因为天色暗搁红。恁拢看会出天的景象，那看袂出即个时代的潮头。咱会通讲，这是一个常识性的这个认知。耶稣基督伊佫对伫迄群法利赛人甲撒都该人安尼应，伊讲邪恶奸淫的世代要要求新约，用咱的新约以外，袂佫有新约互这个世代。马太福音16章第4节。那安尼，到底用咱的新约是啥物？耶稣明白来指出，用咱的新约就是伊去鱼吞入去伫迄个鱼的腹肚内，3日了后，佮对即个代表着阴间死亡的鱼仔腹肚来互伊吐出来。即个耶稣基督也捌伫即个经历去互长老、祭司长以及经学教师的即个手中所互伊的苦难。第3日，因为上帝的权柄，互伊搁再搁活即个新约。为什么耶稣称迄个世代的人叫做邪恶奸淫的世代呢？因为因就亲像先知何西阿所讲的，因来离开上帝，因敬拜偶像，因得罪上帝，因犯着大罪啦吼。先知何西阿伊安尼讲，所以我要来摧毁以色列，也要消灭犹大。当以色列发现家己的病遮尔沉重，犹大看见家己的伤遮尔严重，以色列人就去见亚述的大王，伊来求助。可是伊无法度来医治因，也袂通来包因的伤喙。我要亲像狮仔共款来攻击以色列人，亲像小壮的狮攻击犹大人。我要亲自来拆离因，将因拖走，
无有人会通来救因，就是去三我的子民，直到因知影知罪，倒转来找我。伫苦难中，因会急急要来找我。所以，咱会当看见，当初时以色列人甲犹太人，因无愿意悔改来上帝，因为因心内公义。若是因会当悔改来归回时阵，基本上这就是新约，敢毋是？是啦，虽然咱拢知影耶稣基督降世救人医治人行新约，但是就算是迄个耶稣拄44000人，或者是5000人，即种的新约犹原袂当满足这的长老、祭司、经学士，因迄种扭曲的内心。因此，因就继续来试探基督，才会去互耶稣来甲伊讲，因是即种即个奸淫邪恶的世代。彼得伫圣神降临了后，讲道伊也安尼提着，以色列同胞恁着爱听我讲。拿撒勒人耶稣的神圣使命真清楚，对上帝透过伊所行的新约，基伊的事，恁来显现。这个代志恁家己拢知，因为发生伫恁的中间。上帝照着家己的旨意甲先见，早已经决定将耶稣交互恁。但是恁借着不法的人将伊钉伫十字架，将伊杀死。但是上帝予伊对死内底搁活，将死的痛苦来解除，因为死无法度来禁伊。耶稣基督经历死亡3天了后搁活，就是新约，就好若亲像伊伫这个马太福音所讲的，未阁有新约互这个世代的人。或者是讲，咱应该爱讲，无阁有比这个更较大的新约，无有比这个新约更较大。彼得阁讲到以色列所尊敬的大卫王，以色列人的先祖，伊安尼有言。伊是先知，伊知影上帝对伊的应允，上帝捌来预言，要对伊的子孙的中间立一个王，坐伫伊的宝座顶悬。大卫知影上帝的计划，所以当伊讲到着基督的过活，伊讲无有受着放杀伫阴间的。伊的肉体也无有朽烂，只为耶稣，上帝已经予伊过活。咱拢是这个代志的见证人，伊已经被高升到上帝的大边，并且要对伊的老爸接受所应允的圣信。恁现在所看见、所听见的，就是上帝摒伫咱的运势。大卫家己并无升到天顶，但是伊讲主对我讲：“你坐伫我的正边，等我互你的对敌屈服伫你的骹下。”所以以色列全国同胞恁着爱确实知，恁钉伫十字架顶悬这个耶稣，已经上帝立伊做主、做基督啊！耶稣基督的降生是为着要来成就上帝拯救的预言。这个拯救并毋是为着撒旦的作为来受到阻挡，因为救恩是为着遐个有病的人，是为着遐个得罪上帝的人所想事的。目的是要爱互遐得罪上帝的人会通悔改，反倒转来上帝。如果人的心无搁再公义，
愿意悔改来上帝的话，这敢无叫做信仰吗？诗篇85篇，上主啊，你有施恩互你的地，以色列受领的人，你有解救因倒来，你有赦免你的子民的罪恶，撤销因一切的罪过，你有收回拢总的受气，煞你猛烈的受气，拯救阮的上帝啊，求你互阮倒转来，煞你对阮的受气，你兼要永远对阮受气，兼要继续受气到万代，你兼毋过甲阮救我，互你的子民因为你来欢喜。上帝啊，求你互阮经验你不变的疼，将你的救恩赏赐阮。我要听主上帝所要讲的话，因为伊要对伊的子民，就是神的子民，应允赏赐平安繁荣。总是因毋通倒转去行愚妄的路，伊一定会拯救敬畏伊的人，互伊阳光临到伫咱的境内。慈爱甲信实三拄，公义甲和平三揽。信实对地发出，公义对天降落。上帝赏赐好物，咱的土地大丰收。公义会行伫主的头前，为着伊准备道路。感谢上帝赏赐阮世界最奇妙的新约，就是耶稣基督的降生甲复活。几千年来福音哪传哪扩，因为福音的关系，互原本坚心反对的人，拢领受上帝的新约，性命被改变，包括阮家己。感谢主，基督奉耶稣基督圣名求。